最近娛樂圈可以係炸開咗鍋，人氣小花白鹿同新生代小生張凌克嘅戀情疑似曝光，瞬間點燃全網熱議。據爆料，白鹿唔單止2次被拍到喺張凌克家中過夜，甚至女方嘅爸爸仲親自嚟接佢。種種跡象似乎都喺度實錘呢一段關係，呢個到底係新劇開播前嘅精心策劃，定係真係因戲生情、假戲真做？俾我哋一齊嚟爬一爬呢一段備受矚目嘅 CP 故事。講起嚟，白鹿同張凌克嘅相識，仲得從佢哋合作嘅嗰部電視劇講起。當時兩人喺劇中飾演情侶，拍攝期間就傳出咗唔少甜蜜互動嘅相同埋視頻。佢哋喺片場嘅默契配合同埋相互照顧，讓唔少粉絲都猜測兩人係咪假戲真做。果不其然，幾個耐字就有媒體爆料話，兩人已經埋一齊啦。白鹿作為時尚界嘅寵兒，佢嘅穿搭風格一直備受關注，無論係紅毯亮相定係日常街拍，佢都能夠輕鬆駕馭各種風格，成為時尚界嘅佼佼者。而張凌克則憑藉喺多部作品中嘅出色表現，逐漸嶄露頭角，成為新一代實力派演員。兩人喺各自領域嘅成就，亦都為佢哋嘅戀情增添咗唔少話題度。不過，戀情曝光之後，關於兩人關係嘅真實性，卻引發咗唔少爭議。有人認為呢個係為咗宣傳新劇而故意製造嘅炒作。畢竟娛樂圈呢種事情屢見不鮮。講到甜蜜互動，就不得不提白鹿2次喺張凌克幾過夜嘅事情啦。據知情人士透露，白鹿同張凌克喺拍攝期間就經常一齊加班、食飯、傾偈，關係十分親密。某次收工之後，白鹿因為太累，就直接喺張凌克偈瞓着㗎啦。第二日，當白鹿嘅爸爸親自嚟接佢嘅時候，呢一幕恰好被媒體影到咗。呢張相一經曝光，即刻引發咗網友們嘅熱議。有人猜測白鹿同張凌克已經同居咗。畢竟呢一種過夜嘅事情可唔係1次2次啦，但亦都有人覺得呢一只係巧合啫。畢竟娛樂圈嘅明星們經常需要互相照應。不過無論真相點，兩人嘅戀情已經成為咗娛樂圈嘅一大熱點話題。除咗過夜嘅事情之外，白鹿同張凌克喺公開場合嘅互動亦都十分甜蜜。喺某次頒獎典禮上，兩人手牽手走上紅毯，不時相視而笑，讓人感受到咗濃濃嘅愛意。而喺接受採訪嘅時候，佢哋亦都係頻頻提及對方，互相誇獎對方嘅優點同才華。呢啲舉動無疑讓粉絲們更加堅信兩人係真心相愛嘅。近日喺奔跑吧嘅常州錄製現場，白鹿以一身獨特嘅造型驚豔眾人。佢着住一身頗具年代感嘅露露背民國學生裝現身，瞬間成為焦點。只見白鹿身着淡藍色上衣，搭配深色裙子，再配上2個麻花辮，仿佛係從老照片中款款走出嘅民國閨秀，溫婉氣質盡顯。立領設計襯托出佢優美嘅肩頸線條，腰間刺繡呼應住江南園林嘅窗錦。連髮飾都採用咗常州非遺嘅絨花工藝，細節之處盡顯文化韻味。呢一身造型不僅復古味十足，更承載住深厚嘅文化內涵。睇得出造型團隊為契合常州嘅地域文化花咗唔少心思。然而人間哈士奇嘅本性可唔係咁容易被掩蓋嘅。錄製啱啱開始冇幾耐，路過一家大腸麵館嘅時候，白鹿瞬間破功，直接甩開攝像大哥，一邊狂奔一邊喊：呢一頓我請！假瘋瘋火火嘅樣，瞬間讓人從民國閨秀嘅遐想中返到現實。呢一次節目組亦都十分用心，將白鹿嘅名牌換成咗佢嘅本名白夢妍。喺爸媽同埋家鄉父老面前，白鹿仿佛卸下咗明星嘅光環，變成咗嗰個喺常州長大嘅普通小姑娘。會撒嬌，會惦記住家鄉嘅美食，佢仲不遺餘力咁俾家鄉帶貨，
帶住跑男團去打卡自己從小食到大嘅小食店，用地道嘅常州土話俾大家介紹大麻糕，令到常州大麻糕嘅搜索量一路飆升。嚟自泰國嘅椰子水品牌 Marley Coco 今日正式宣布，由中國著名演員張凌克擔任品牌亞太區代言人。呢個係 Marley Coco 首次同明星代言人合作，標誌住品牌喺中國市場本土化戰略嘅全新升級。雙方嘅攜手，旨在通過張凌克陽光健康嘅形象與品牌美不費力、輕鬆自在好狀態嘅品牌理念深度共鳴，倡導自然、輕鬆、自信嘅生活方式，讓更多人感受到由內而外煥發嘅健康與美麗。作為泰國 Marley 集團旗下嘅核心品牌， Marley Coco 自進入中國市場以嚟，便以其源自泰國純天然嘅優質椰子水同埋美不費力嘅獨特品牌理念，贏得咗眾多消費者嘅青睞。品牌相信真正嘅美麗與好狀態並非刻意雕琢，而係源於健康嘅身心狀態同埋享受生活每個瞬間嘅鬆弛與熱愛。而張凌克陽光俊朗、清新自然嘅形象氣質，以及積極向上嘅生活態度高度，同品牌高度契合。張凌克作為新生代演員中嘅佼佼者，憑借其喺多部影視作品中嘅出色表現，展現出紮實嘅演技同埋多面嘅可塑性。工作之外，佢所分享嘅健身日常、健康飲食同埋環球旅行嘅習慣，始終展現出佢嘅活力、真實與對生活嘅熱忱。佢呢一種輕鬆自在嘅狀態，正係 Marley Coco 所倡導嘅美不費力生活方式嘅生動寫照，無需過度修飾。健康本身即係最佳底色，自信從容便能散發獨特魅力。佢嘅加入，無疑將會為 Marley Coco 品牌注入更多年輕活力與時尚氣息，吸引更多年輕消費者關注，並認同品牌所傳遞嘅健康生活理念。而對於呢一次合作，張凌克亦都表示非常榮幸能夠成為 Marley Coco 亞太區品牌代言人。我本來就好鍾意飲椰子水，呢一次嘅合作亦都係一個自然而然、輕鬆愉快嘅過程。我非常認同 Marley Coco 美不費力、輕鬆自在好狀態嘅品牌理念，亦都希望未來能夠同品牌一齊鼓勵更多朋友喺忙碌嘅生活中揾到屬於自己嘅輕鬆時刻，享受健康帶嚟嘅美好。喺櫻桃琥珀劇中，櫻桃並唔嫌棄蔣陽西，佢只係想蔣陽西發生咗乜嘢。但而家蔣陽西並唔想講，蔣如西離開咗屋企，去咗平時工作嘅工地。佢喺路上睇到咗房東大哥，等佢喺第二日幫自己俾櫻桃買蝦餃。櫻桃好鍾意食。夜晚櫻桃一個人喺屋企，呢一度嘅氣候晝夜溫差好大。蔣如西屋企嘅空調又壞晒。佢好冷，只能夠用被子將自己包裹起嚟，渴咗亦都只能夠飲水管路嘅自來水。第二日，櫻桃醒嚟接到咗道上嘅電話。道上知道櫻桃喺香港之後並唔意外，佢講出咗當時佢哋幾個得知咗蔣賢西嘅消息，但係秦野雲唔俾講，所以佢哋都冇講。但係道上仲係覺得應該讓櫻桃知道，於是同蔡芳元商量之後，決定話俾櫻桃知。櫻桃冇嬲聽，佢知道秦野雲係為自己好。房東俾櫻桃送嚟早餐，佢想勸說櫻桃去住酒店，但冇諗到櫻桃就係唔走。後來房東話要帶住佢去蔣瑩西工作嘅工地，櫻桃趕緊食咗2口飯就跟住房東去咗。喺路上佢哋傾住蔣瑩西，櫻桃先知道房東好好，因為蔣如西幫佢賺到咗錢，所以房東俾蔣如西住嘅係最好嘅房樓，房租亦都低。但係蔣如西仲係打好幾份工，呢個其中嘅原因，房東亦都唔好多講，只能夠俾佢親自去問蔣元西啦。